这是咱们要开始今日的主日礼拜拄好听到手机的声，还是讲话声，啥来关静音吼这点请大家个注意一下吼。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将备办心来做今日的主日礼拜。若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听即号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这是咱要请赞美团带咱来阿罗上帝。诗篇125篇讲，我靠耶和华的人，亲像永远徛在未摇出的锡安山，正山包围耶路撒冷，耶和华也是安尼包围伊的百姓，对即时到永远。咱就用华语来用即个经节吼，咱来学了咱的主吼。咱若方便，咱会当一同起立，吼，咱来一同献上咱嘴唇的果子来互咱的上帝。咱用华语依靠耶和华的人。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那锡安山。他们必不致动摇，从今时直到永远。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照样主也围绕他的百姓，照样主也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那锡安山，他们必不致动摇，从今时直到永远。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照样主也围绕
绕他的百姓，照样主也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依靠耶和华的人，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那锡安山，他们必不致动摇，从今时直到永远。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照样主也围绕他的百姓，照样主也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从今时直到永远，从今时直到永远。咱继续用敬拜的心，用基督的心，咱来吟所有美善力量。伫今年最后一个主日，咱来回顾咱的今年的恩典，向咱的上主献上感谢。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中担压迫我们，主啊，拯救饱受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苦悲，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悲，主啊，从你良善慈爱的伸手，毫不战斗，心存感谢领受。主啊，若你愿意再赏赐我们世上欢乐以及阳光亮丽，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你。所有美善力量，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
今天，请让烛火温暖地燃烧，是你带给黑暗中的我们。或许这会引导我们再相聚，明白你的光在黑夜照耀，寂静深深围绕我们展开，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声响，从周遭无形世界向外扩散。凡你儿女尽都高声歌颂，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早上晚上每个新的一天，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请我们继续站立。这时请永远徛伫，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为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林内受苦，顶世界死，埋葬罗云府。第三日为死人中国我上天，早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屏，伊要为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通相通，做赦免，独体国我。永远活命，阿妹，请坐。这时，请咱额头同心三甲来祈祷。听到阮的阿爸、爸、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你的带领，阮伫即时，伫个一年的同每一个主日，同每工来到圣殿来敬拜主你。主，你知，伫个过去日子当中，这个世界充满有战争。有病痛、病毒、地球经济的通膨、经济无好，地球人的生活拄着艰难痛苦。主求你帮助阮，伫个过去日当中，检查阮欢喜，后亲友的离开会敢若艰难，但是阮知这一切拢伫上帝你的列意当中。阮统计者的，搁知上帝你要当三甲地点。当展望国新的一年，愿上帝帮助阮，互每一个人有勇气去面对每一天的挑战，每一天的艰难。主，阮知过来的日子，阮毋知安怎，但是阮知上帝你的灵放伫阮内底，互每一天会通过一个新的日子，也互阮的心灵更新，会通听上帝你的话，照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愿上帝帮助阮。当伫即时，特别恳求主来看顾，伫即年当中。有诶，久久无来教会，有诶拄着病床，也是有诶心灵倒退，离开阮，久久无当来见面。愿上帝你也照顾因，等三甲地点，也是因出国伫国外伫拍拼诶。愿上帝伫阮伫即时特别纪念因，阮也纪念着阮诶亲人、阮诶朋友有诶病痛，伫照顾伊诶人心神，拢会付出真多诶辛劳。愿上帝一个年尾，阮也。将因放伫你的面头前，愿上帝你特别纪念因，等三甲地点。愿上帝帮助阮，互伫教会伫新的一年，阁有新的出发。后每一个人会通阁听主，会通阁彼此连结，互教会阁复兴。愿上帝帮助阮。当伫今日要阁一遍来听上帝的话，真做阮的帮助。愿上帝互有气力，用跑走过来的日子。
阮来伫你面头前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圣子名求，阿门。这时，咱要请社青团契为咱来阿罗上帝，主，你为何拣选我？主，你为何要拣选我？这是咱大家来听上帝话，记载伫个旧约诗篇第90篇10节到12节，第90篇10节到12节，咱大家来听上帝话。第10节，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仰壮通到8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路苦忧愁。伊紧紧过，阮就爬去。再战，只追在你受气的关系。也照你应该受的敬畏在你的生气啊，12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咱煞来请蔡长老带咱正道，伊的题目是细算今年，细算今年。你现在平安，请你甲嘴别个讲平安。
平安平安，平安永远在你们心里。感谢主，咱顶礼拜时阵，咱若咧回想咱顶礼拜，咱看到足济，尤其咱国内据点有真济咱的新的朋友来。欢迎政治甲因种咧，这是真水的一样事。咱今日看到社青团给因所唱的是啥？主，你竞选我，为什么要竞选我？因为竞选你做真济工课。咱足济人咧出来侍奉的时阵，真正真水，我偷带注意看吼，无废话的啦吼。我向知影讲，咱坚守咱爱画图。我加熟悉遐久，我知讲伊安尼画图吼。我哪伊嘛画图呢？我哪伊我哪伊嘛吼。但拢真水，咱工厂嘛画啊足水的呢，你自甲看。咱每一个上帝要用咱每一个人，拢有咱每一个人的特点。上帝所用的人，毋是迄个完全的完美。遥远的音乐会，我是足想要去听，但去都足侪工课。我想我今年啦，应该算明年我看我会当来听遥远的音乐会无？因为我知伊讲伊走足好。所以真侪代志的时阵，上帝要用的，毋是你得爱练到一定的阶段。上帝要用的人是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你愿意付出。今仔有一个小姐吼，叫做叶心颖小姐，伊穿的衫吼真水。啊，知影讲伊妈妈较无钱吼，伊的衫有小可较短点薄。啊，我咧想吼，伊妈妈若甲买较长的吼，结果讲人伊家己去买，伊妈妈若甲买一定要较长的，互伊牵到腰，迄都无水啊。那有当时有款物件，毋是你一根看迄个死板板的物件，才是水。真侪物件的水，是咱无形过程中的时候，咱所发觉的。咱这世人的中间，有的是一种回忆。上帝予咱的日子是真长，总是世间的日子是足短暂的啊。这足短暂的日子的中间，你要伫这真长的日子的中间，伫这足短暂的日子活得较充实，无计较，活得快乐。伫这充实的日子的时候，要安怎替主做工？咱足早的时候就看到咱志成电脑带彩云姐安尼行入来，你感觉讲一个人要顾一个人足忝的？迄人我吼可能讲哦，礼拜日啦，咱得休困一下，我要休困一下。伊透早就要来调戏上帝，这是偌水的一样事咧。咱要在地上的时候，咱来算看觅咧。咱而且中间，你若注看圣经写讲神人摩西、新人摩西，啥物叫做新人呢？上帝所欢喜的人，上帝所喜爱的人。摩西一生中有3个阶段啦，40岁以前哦，好当勇，当少年。青春勇壮学问饱，结果上帝无用伊啊！上帝去旷野，去带饲羊啦。一个王子呢，王子的身份一个这个学问的人，去咧饲羊啦。带饲羊经过40天，迄无法规个个性拢总无去啊。人比足谦卑的，伊上帝是试要中显的时，摩西是，我要惊死，完全忠心的上帝。上帝讲你去。去法老王讲，你要带以色列人出来祈福。哎呦，上帝啊，毋通啦！我口才足歹，讲口才足歹，毋免烦恼。我找你的大兄阿伦去替你讲话。摩西无口才，总是摩西上帝命令去，伊80个时阵带以色列出来祈的时阵，安怎？以色列人40天伫旷野咧流浪，迄是3万碗啥都有啦。哎呦，无水通食啦，无肉通食啦，我伫埃及偌好，恁敢带来遮受苦？一站过一站，你想咱人生偌长？伫人生的中间，一站过一站，摩西完全顺服伫上帝，忠心谦卑伫上帝面前。所以摩西做这首诗的时阵，应该是一定特别进入迦南地。直到出埃及的芦苇段，有人讲已经进入迦南地，有人讲是还未进入迦南地，因为摩西尾无进入迦南地，伊是西奈山祈祷。进入迦南地时，伊做这首诗的时阵。往回头看啊，咱一生是70岁，若是勇壮通到80岁，伊紧过，咱就安怎飞去啦？咱一生中个真正咱就飞去啦。咱有当时想讲，咱的日子的中间，咱有看到一句话啊，而且好比流星过天宇啊。咱就看，我咧想，咱在座人有可能有人毋捌看过流星哦，因为咱遮有观海嘛，看无星嘛。阮细汉时阵，还佫看到星吼，啊，逐遍阿嬷拢讲，看到流星过，紧许愿，吼，一定食。
啊，有影有正啦，因为我个日就去实验的，带着阮某，结果就带着咧吼，所以阮实验嘛是应该是有效咧吼。哦，看到流星，咱敢若是流星，就是安怎？迄短暂的光芒啊！流星有足久的无？咻，啊都无伊啊！有可能看到边的人无看到，你讲哎呦流星流星，无，已经无伊啊！咱一生的中间，亲像流星啦，互咱自己的棺材，你看到流星足水的，但是一生的中间，拢有你家己的棺材。我最爱这句话吼，走着走着就哭了。咱回想看觅，我今年过年的时阵，本来讲要对台南，因为我已经6冬无对台南过年。今年安尼就讲啊，过年要对，我可能毋爱对台南过年，足久无对啊。但是咱想讲啊，对台南已经台南已经托济足济物件，拢伫台北啊。阮太太讲，卖啦卖对好啦，啊，因为送一个人起来，开下咱规家伙遐济人对。啊，对了，你会足侪朋友会佫来，逐个拢好，一直来。啊，你过年就变无休困着啊，难得会当休困一下，讲好。我当时想呢，我住天王咧走着，当时目屎就流落来。我迄阵过年时一定爱对，爸母伫咧嘛，爸母伫较热远，你就想要对。总是啦，爸母伫，你感觉迄个家庭啊，突然间感觉毋知欠啥物物件，对了嘛，感觉呢，迄无形中有一个空虚啦。有爸母伫咧，甲即个厝里头一个足完整的，啊，爸母无伫咧了，你煞对着艰苦。阮老母无伫咧时，我去对陪阮老爸，阮老爸无伫咧时阵，过年我就全无对。讲一句较歹听的，我是无胆，毋敢面对。我毋敢面对，讲我爸母无伫咧，安尼有当时走着足苦了。你说个中间，你甲想看觅，你行过几十冬的时阵，你有影家己咧行咧，目屎都淋落来。我生个中间，我有替主做偌济工课无？伫3月份，3月17是男性的纪念主日。三下讲学校吼，有派因出来去做募款吼，啊去做主日安尼。啊，伊有甲天公啦教会，哦，教人过来听着真欢喜，因为阮后爸讲人教会是报道所，阮后爸伫遐。哇！带细因孙仔要来哦，哦，逐个都拄啊足期待。啊，3月17已经甲拜仁和教会啊，啊，不要紧啦，你提早。啊是较晚一日，3月7早不要紧，3月24也不要紧，你反正你着爱来，哦，就假设你讲我着一定要蔡生来，哦，啊，得讲教会讲叫伊去，到尾讲咱教会讲啊，剩3月3月剩一日尔，无咱教会来3月3来。所以我嘛是感谢足久的时，毋知影一生的中间，我入到阮老爸孙仔开始伫遐咧徛讲台啊。即世人奉献上帝，无任何要求，只要讲我在生日子。会当为着上帝做工就好，走着就哭了。年轻人可能没有感觉，等我们到这种年纪的时候，真的是走着就哭了。那我在一生的日子的中间，我向到拜年时阵吼，总统送回来，过来副总统，开定搁一份回来讲副总统，过来是总统府的秘书长送回来，总统府2个副秘书长拢送回来。我在想你就吼，刚是我的生日呢吼，我搁留一回。总统开来敲电话来强伊讲，你是毋是希望讲我家己知影讲我已经较老啊，好退休啊哈？我无啦，毋是这个意思啦。我知你今日继续无闲的啦，大家拢是特别甲你恭喜，就讲生日有太通恭喜，啊，但是嘛是爱恭喜，上帝互咱搁加我一回啊。咱所有日子的中间，咱会记你今年第一个礼拜日当时，咱今年第一个礼拜日当时，啊，你下骹就无咧看1月初1啦。今年1月初是咱主日呢，然后咱顶个月有一对翁仔某，迄毋知当叫若无当叫，我毋知咱教会上因斗的来甲咱点辣条。哇！点辣条中间，我是有当时感觉动作会得，因为我的老爸老母去到对一个教会，阮老母迄阵拢阮老爸老母拢会去点辣条，甲阮老母袂惊咯。点辣条就是因为我的老爸老母拄仔点辣条。虽然讲咱已经遮济岁啊，照你讲应该是足济代志已经较淡忘，总是这都我都通袂记一个。看到林某孙翁仔某带点辣条，加某孙带辣条，迄个想着我老爸老母。过来，今仔日是12月31呢，咱是对年头第1日来做礼拜，做到年尾，
第尾日呢，今年是足有意义的。我头拄仔咧甲欧巴咧讲的时阵讲，去回想咱今年一年的中间，咱足侪代志需要感谢啦。你看咱看觅一岁闪亮登场，即回时阵吼，甲你一个哭，一直住啊哭啊边啊，人拢住甲你笑甲欢喜啊，甲你一搞你哭。总是当你过身的时阵吼，上帝甲伊接去你咪咪啊笑，阮后壁都笑啊，嘴啊佫开开，边啊拢总咧哭，这叫做人生啦。你出世的时阵是你咧哭，所有的人拢咧笑；当你过身时是干你咧笑，所有的人拢咧哭。这就是人生啊！到10岁时阵吼，逐日间佚佗啊，毋知人。我老爸老母吼，家己我带食饭尔。啊，这个阿姨啊，佚佗啊，毋知人啊，饭啊老咧吼。啊，你也无紧倒来遮，有当时啊吼，面皮去阮大个，硬硬咧咯，较早细汉咱嘛无啥物面皮，所以我食饭时间爱紧到，啊无吼，大汉就甲伊食了了。到20岁时阵，感情盘桓，谈恋爱。其实我毋是20岁谈恋爱，我是18岁就谈恋爱啊吼。恁会使小学一下，真有听着无啦？18岁就会去谈恋爱，啊，即阵还可以谈恋爱啊，45档尔，结婚了后45档去谈恋爱，恁无出边搁较久。相对的，到咱30岁时阵吼，咱开始差不多，咱要做啥工课固定啊。我后伫家己县政有食过头路，后伫土地囡仔食过头路，尾来去做司法官，啊，家即世人转行即条路。到咱40岁时阵吼，无闲啊，蹛咧拍拼，咱的差不多一生的日子，差不多到40岁时阵，走东走西，为着咱的工课，为着咱功名好，咱开始伫咧拍拼。到50岁时阵，差不多已经到一定的程度啊啦。回头看觅讲，我做这行业敢是对？像我常常想讲，我迄阵啊，较做全国选7个人，讲 IQ 较好的，其实我无157啦吼，我无迄个台北市长遐高的吼。总是迄阵算起来算我 IQ 算袂歹，要甲我送去意大利训练。啊，但是迄5档，我就想着5档，我毋甘离开阮某，啊，我都无去。啊，无我即阵有可能，毋是伫遮，我有可能做到好子啊。迄阵拄仔咧去学电脑，电脑迄阵拄刚开始，差不多50段前啊。总是到60岁时阵吼，到老方向是我袂啦吼，大部分拢是差不多60岁、65岁啊，已经差不多要倒来啊。到70岁时阵吼，啊，就敢若咱咧讲，讲过去看着便所，就去看着电视就哈戏啊。到70岁时阵，敢若回想过去吼，某的回忆。像头仔讲，咱的回忆足重要啊，人生是无使甲咱讲70岁啦，往总通到80岁啊。咱到70岁时阵，回忆到80岁时阵吼，有可能爱用道理甲伊塞去目口拍日头。我拜五去高雄，咱台北落雨呢，咱高雄吼出日头呢。好，伊讲啊，你遮太拢也毋是袂讲，我拍一困，我拍一困啊。好，我足久无拍着日头，6点电咧开始啊吼，我搁倒下咧拍日头，足久无拍着日头啊。好，拍着日头足欢喜的。到90岁吼，咱有可能咧倒伫门床顶。到100岁吼，咱挂伫墙壁。恁知挂伫啥物啥意思啊啦吼？这咱人生啊！人生到底偌久？你阁想看你的人生无？上帝互人出世伫无共款的所在，好也善，身躯健康，可能你身躯无健康，身体残障、心理残障，各方面总之拢无重要，因为上帝互人各种的试验，人生短短啊嘛，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所以上帝有一撇人一撇，你要安怎行？你要安怎行？要安怎行？你要行伫繁华、车花、宴乐的所在，你想讲会当行足久的哦？偌高？100岁100公里会好无？200岁好无？马路三十969岁。即个行的中间上重要，上帝咧看你安怎行有充实无？人的出世，上帝注定，人所行的每一个脚步，上帝拢咧看。所以，即个人真有意思诶。咱写即个人即字诶时阵，你爱甲想看觅，上帝互我使命运，迄是一回事。总是我要安怎即世人行互合乎上帝旨意。即句话应邀上帝。你安怎一世人诶中间，哪会当应邀上帝？你做每一件事，你讲上帝，足侪人讲基督教叫咱毋通趁钱。圣经倒水甲咱讲毋通趁钱啊？圣经甲讲贪婪是万恶之人，圣经教是咱毋通迄个贪迄个无应该有的钱，不义之财呢？圣经不是说你不能赚钱，圣经说你要奉献。咱每一个人即世人中间所行的日子，上帝拢有咧甲咱看。
所以咱常常讲，咱的人生安怎？亲像一张单程车票，有去无回哦。无彩排哈，一票到底。你无上现场直播哈，你讲啊，我今日唔对，啊，搁再来，咱讲一句话，啊，若要知咧，早知道，这一期的威力才1224362879啊，不够79，我们再搞个。早知道我就签这个号码，没有早知道啊，互你什么号码是要创啊？互你一世人赚足侪钱是要创啊？1000亿、100亿，足侪人。台湾已经足足有1000亿个，你不要小看，真的有1000亿的以上。然后呢，我会当食萝卜，伊个会当到路边食萝卜饭，伊品味好好哦，我才不相信呢。我可以在路边吃一碗大米，伊一定爱带迄个华西街迄间台南大米店食迄个大米。我食大米一碗20块、30块、40块，伊食大米一碗200块、300块、400块，我食便宜较好啊。那这些人中间想看觅，咱每一人所做的日子啊，拢感觉哇，啊，咱即个哪就过啊？像我回想看觅咧，啊，我已经70几啊呢，我超过40岁啊呢。我们总是觉得经过得太快，但是领悟得太慢啊！我若要知我迄阵去做法官时，就顺续去读新人院。啊，上帝都无迄个意思叫我去读新人院啊！我已经五个同事去读新人院啊。去台湾新人院，真拢出来做牧师，啊，连法官的外方，啊，拢去上偏僻的小教会做牧师，拢红某啊！啊，有诶出来一边做律师，我一边去做牧师。因对伊来讲，这是种侍奉啊！啊，人讲啊，蔡崇去足早代拢认为讲，干那你有可能去读新人院，结果干那我无去读新人院。因教会足无闲啊，暗时就拢去教会，到了。我上帝意思是啥，我毋知，所以咱知影讲，雅各书甲咱讲，生命敢若风雨啦，诗篇是摩西甲咱讲，咱的年日亲像一巴掌，即个哪过啦？生命敢若早起是含苞待放，啊到暗时安怎，就凋零啊。咱捌看到昙花无？咱讲昙花一现，昙花暗时咧开足水的呢，足芳的呢。你若看伊咧开的时阵，你徛到伊边仔吼，足尔芳的，开偌久？一暝，好早你来看时阵已经冷去啊！那么夕阳无限好，阮迄阵交阮太太迄阵住伫迄个园里遐，啊，拢去看迄个夕阳，啊，足水！迄句话真水哦，可是近黄昏，你是足短啦。那有啥物人计较？咱常常咧计较，讲我到底我一世人要趁偌济？啊，我安怎拄安怎？即个人对我无好，即个人对我歹。咱咧计较的时阵，咱爱知影，所以保罗时阵一直甲咱讲，我们要爱惜光阴啊！因为即个世界邪恶啦，咱世界充满是邪恶，咱莫讲即个人的邪恶，敢若病毒的邪恶。你有注意无？今年感冒足歹好，扫袂停。我的秘书安尼咳足久的。你啥会扫遐久？讲因查某囝嘛扫久，咱嘛扫足久的。真咧扫无扫的人，他感觉怪怪；有扫的人，他正常。这台湾解封了后，敢若感冒是足正常的代志，确诊也无人咧注意啊，家拢咧扫，啊，咳，安尼过，啊，天气豆好，啊，就豆会好。扫拢嘛足正常的，所以咱爱惜观念，说不是甲咱讲啊啦，万事背后努力向前啦。咱今年，咱来想今年了后，咱来知影安怎爱冲啊啦。我有一个理想啊。到明年开始要大爆发，你想咱在座每一个人带一个就好，带一个就好来信主。咱搁着像顶礼拜安坐袂落啊！你看咱录这书惊，录这书今仔就开始来礼拜啊，伊为着咱搬来迄个北投的吼，是毋是啊？是啊，人去顶头的，要叫咱大家做伙，这是一个大家庭呢。我最爱叫恁做伙。人讲我毋捌去参加国庆日，因安怎甲我排位我都袂去。我讲我感觉这我到第四看电脑较清楚诶，我都多排多足艰苦。迄去也是要熟悉人尔，我都足无爱熟悉人诶，我只爱熟悉恁尔。因为我感觉看到恁，敢若阮厝邻诶人。我去熟悉遐迄逐个讲话讲啊足歹势这传出去因遐人可能会足讨厌我，有点言不及义。你好了哦，听这讲话哦，你睇个足拍拼。敢有影？我感觉我都无做遐济，敢有影？
总是我来只甲恁做工课时，我感觉足欢喜。各事其实，阮太太定定甲我讲，我互迄关怀据点吼，咱足侪同工足甘心的呢，拄啊牺牲因的时间啊陪因，这才是有意义的。我家己见识我做无够，这真正有意义的。啊无我啥物球仔嘛是，台北宾馆，阮太太就知，伊逐遍拢讲我是较晚去，我要等总统走了我才要去，因为逐拢等总统来，我咧等总统走，因为我要去食物件尔。吼，迄拢足好食的。啊，总统走了一堆人吼，阮就好好食，好偌好咧。啊，总统以前遐有咧，有影咧食物件，倒来当总统啊，快当见一个面呗。啊，对我来讲吼，迄拢无重要，遐大官拢总来，最好拢紧走，剩物件剩咧，我大食好，一边佫有气球好。阮兜迄个食高山啊，气球个规来车我甲载，逐个满拢气球好偌好咧。到最后时，阮太太讲啊，会使互我，当然会使咯。我拢甲摕倒来，我感觉迄上意义的迄个台北宾馆的国庆晚宴。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咱算今年的时间，咱倒头来看。
咱今日这影片是咱后长老替咱做，一档中间总日还佫有真侪事工。咱回想咱一档的中间，感谢主，咱有感觉咱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庭每一个人无分彼此。咱伫即个家庭中间，无啥物地位较悬，啥物地位较低，无你是做长老，你是做执事，咱即个家庭只有侍奉，只有伊无共，互相尊重。咱这家庭只有是将你的才能、你的恩赐拢总奉献给上帝。咱即个家庭爱是真正出对伫你心会疼。即句话有一句话通代替，叫做平安。请你隔壁讲平安。上帝手势过来一档的中间拢总平平安安，这是上水的一项事。咱看咱今年中间，人讲带长老，你常常咧讲建堂，咱教会毋是建堂了，咱教会还袂建堂哈。咱教会是顾堂，顾买礼拜堂尔，咱要袂真正建堂咧。录即事吼，安尼为着咱建堂安尼吼，毋能够奉迄个地啊、迄个钱尔，伊甚至连土地嘛要摕出来讲，当家买咧。献奉献给上帝。我毋是特别咧表扬个人啦，奉献是随家己心意哈，咱莫去比较，莫啥物人奉献济，啥物人奉献少，啥物人奉献，所以倒一人较好个啊，奉献较济，这人拢无，光有2仙钱，上帝足欢喜的。只有你出于你心的奉献，上帝拢足欢喜。莫倒咧比较，逐个倒咧比较，哦，今日蔡崇义咧奉献，哦，今年奉献偌济，不要比较哈，上帝无欢喜。上帝爱是你的心，你家知就好。总是咱还阁继续爱建堂啊！我头拄出来，阁特别倒目口看看。我想讲，我的厝吼，我有可能目口阁订整理啊，内底嘛会甲订整理。上帝，咱礼拜日来做礼拜是遮尔重要的代志，咱较我当甲整理咱厝领导小，我要甲第一工装潢足水的。迄个罗执事，你厝装潢好未啦？你毋是买一间新厝？伊去到底就买厝啊，嘿。啊！你北斗毋是买一间新厝，敢装潢好啊？装好就讲讲一个，阮斗偏芳一个。相对的，咱的教会嘛是爱装潢好势啊。可能来遮礼拜时，感觉讲啊，上帝今仔杀到东斋，足水。上帝大个厝破安尼，莫讲破啦，无啥好势。啊，咱都家己装潢足水的。啊，你敢倒来落？所以讲，咱继续建堂啊，咱会团结。我真感谢主，就是咱今日来献诗是社青，我希望咱社青愈来愈济，咱袂去真哈。阮即代人是准备去西奈山祈祷啊。头前正经是约书亚，恁咱袂去真，咱约书亚带头前啊，毋通讲常摩西带兵打仗而已。约书亚，阮做祈祷工课，老啊啦，咱来摕啊，爱一代过一代，一代过一代，你毋通讲咱。古早一句较歹听话，叫做死猪定点吼。咱毋通即个为占咧，都无迄落啊。像李牧师，我若要请李牧师出来，李牧师就讲啊好，伊要休困啊。好啦，有休困一个，着我，我嘛爱休困啊。着新诶人爱出来，一代过一代。咱不管咱诶三马团契，咱诶即个学青，咱诶少契，咱诶社青，尤其特别社青。我感觉今年我特别注重社青，又是安怎呢？因要接棒啊啦，因来接起来做教会所有的事工啊啦。像欧巴定定讲咧，建筑小组时这边就讲建议讲，有个咱穿的拢总出来。因咧想法跟咱较无共款，像新年今仔穿的衫，若我甲买的件，伊家己买着佫无共款，但是伊买较水。咱买着较歹看，所以讲废话你免甲买衫，人伊家己也要买。相对上，伊买伊着较像，因有因的想法，因的观念，这上好，上帝拢所说的拢是非常的好。咱今年有特别，你有做过查经班，我特别甲透出来。咱教我感觉上我是查经班。即个教会若无上帝话语，咱个教会无正做教会啦。咱个教会是比俱乐部，我是学管理学的，我若要用管理学的、用 marketing 的、行销的观念哦，我教会当用我足大，像大公教会、迄新人教会，我特别用我足大的时阵，迄阵是少年时阵，我真都感觉讲我会定金。咱每一个人会知影上帝话，咱教会爱扩大。人数愈济，总是咱每一个人爱知影上帝话语。咱查经班吼，你们看咱这查经班每一个咧带查经的人，咱这长老拢是足用心的呢。伊为着这个查经班，毋是讲圣经献出来就开始带查经，伊是咧准备足济，连迄历史背景啊，这规个圣经，所以咱圣经爱规盘读好真好。咱圣经一档过一档了，我相信上帝就祝福咱。上帝绝对祝福咱。
中兴教会只有咱每一个用上帝为伍做伊的中心，阿免。咱真正早上帝伫咱面前所做，你无一个时间，搁咱来动工啊！咱选出新的动工，你毋通讲啊，选出新的动工，我无代志啊，我较救起来啊。咱所选出动工是只你无共款，咱每一个人是拢上帝动工，人该做事啊！每个人都是尊的祭司啊，人该做事，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应该做咱应该有的工课啊。咱每一个人要有关怀心。咱真个关怀，咱咧关怀完在时阵，咱定定打出讲啊，啥物人咧艰苦，哇，逐个替你祈祷。咱讲安尼敢有效？有效。咱个看到足侪例，咱咧祈祷有效无？有效，有效无？有效，你有体验着嘛？即档个中间，咱毋免记啥物个例，因为有寡隐私权的问题。但是咱伫即档个中间，真正体验着，咱发生代志时，逐个真正迫切祈祷有效无？有效啊！上帝有听啊！体验到这个事的时阵，你的心就充满着欢喜啊！这是真正有效啊！咱伫社区事工，我是感到是咱做社区事工的人，有可能做的人感觉真忝，因为时间拢总咧陪这个未信者，总是恁通袂记一咯。伫上帝事工的时阵，神人摩西安怎讲？叫你教我安怎算家己的日子，互咱得到智慧的心啊！日子是上帝教咱安怎算的时阵，所以讲还有一句话啊。咱互咱知，咱每一个人爱安怎背起咱十诫啊？最后所讲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背起是毋是来对耶稣啊？是毋是加当啊轻？是毋是加当啊？我会使卖背是毋是加无啊？都安尼，啊，都行入去天堂。啊，若安尼天堂，都逐个免来做礼拜啊，都是讲上帝啊！我认你哦，所以讲伫美国偏黑圣牧师的迄个成功神学甲恩典神学。好，偌济人来信咧，你若信上帝吼，啊，啥物代志拢免做，啊，你就成功啊，你就当得救啊。迄是一个过程，信上帝得救袂会，总是咧过程的中间，你会谨守，你会谨守你的本分，安尼到尾啊，无去审判时阵，你就得救啊。信上帝得救袂会啊，但是迄个有一个过程啊，你至少迄个过程啊，你比如讲我信上帝得救啊，过来南山做胡作非为啊，你会得救。咱每一个伫社区事工中间，我感觉这个人上帝特别的祝福伊。你要看这个图吼，你讲爱画图出来咧表演，我就希望咱每一个人吼，拢知影讲，如果你被人家称为作秀，上帝就祝福你。我记阮少年时代吼，当代志就做，啊做到有寡老长老吼，迄较传统的拢讲，咱这少年人拢安尼足够作秀的，讲阮咧作秀。啊，因为为着要吸引人安尼，迄阵报告拢报告足久的，我报告迄个数字拢会特别看者。报告上头迄阵书，我头壳算袂歹，我若特别咧报告周报时，逐个拢注意摕起带比看我数字有念对无？今年的收入偌济，支出偌济，今年拢总收入偌济，支出偌济，啥物好，大拢带我咧注看。啊，加2礼拜是倒一个所在，第落几号安尼？我头先我上帝讲安尼敢好，啊，但是想讲啊，无因做礼拜吼，都听讲到了，都得要困去啊，安尼报告时阵好小可。唤起大家精神，咱即摆报告已经较短啊，迄毋是礼拜一部分啊。所以上帝就是社区的事工有重要无？有重要啊！咱顶礼拜遮的人来参加社区的人，甚至已经也伫咧身躯顶，我相信，搁一档搁2档了，遮的人会来到咱教会会信主。跟着这说，咱甲咱讲，我在前阿婆就管他，啥物人有大藏？上帝啊！上帝互伊大藏，所以讲咱来投资永恒，投资永生啊！你若讲用投资报酬率来讲，管你遐投资报酬率，迄袂好啦。迄上帝吼，迄耶稣吼，袂晓投资报酬率啦。迄100只鱼，我甲等99只，啊去找迄1只，啊99只去互豺狼食去的。上帝毋是讲无咧顾迄99只，这99只就是经过训练，已经有当讲的心啊。你会自强自立啊，咱毋是永远拢是用饲奶啊。成人已经要有成人的事啊，大人已经大人，咱家己吹传统音嘛。啊，即只叫袂失去啊！翻山倒海，上帝去找迄只羊群落来，咱有找无？咱今年、明年的事工第一项代志去找遐10个羊群啊！伊若去别间教会，咱都毋通找伊啊，因为伊嘛是信主。总是伊若去买10个无信主啊啦，无来咧做礼拜啊，咱去找啊！咱足重要项目，咱去找啦。找倒来，互伊归入上帝这个大家庭。我真爱咱这上帝大家庭诶。你讲我真正若这部队级熟悉，可能今年差不多熟悉200应该是有啦。啊，总是我感觉，迄毋是真正信主，迄毋是大家庭，
迄逐个是拢官场中间的互相的问候。咱上着啥呐？即大家庭中间，你即个大家庭要分讲啊，老大的做了生意较好，啊老二的做了生意较歹，老三安怎？无咱即大家庭是食物件是看啥物人食物件食较紧尔，抢了较紧，迄叫做家庭。迄若倒咧比较讲啥较有成绩，迄毋是叫做家庭。抢物件、食物件抢了较紧，所以讲一个罪人的悔改，好伫天顶是分好甲欢喜甲。投资报酬率袂好哦，你要用人的投资报酬率是不好哦。总是上帝看是会好啊。官府找到一身钱了，佮请人客，安尼会好袂？用咱来看是袂好哦，用上帝来看会好啊。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已经开一半财产去啊，这了尾仔囝，迄个倒来吼，叫去做工人刀，叫去饲猪，总是老爸安怎啥物动作？欢喜水甲烂呢，把手指起来，手喙甲满咧，欢喜啦。咱若有一个人离开上帝，失迷有群，咱找倒来欢喜，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事啊。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咧讲这样说时阵，我的心嘛是小可，因为我有当时定定去带教导，会佫经过我大个厝，我迄阵住伫德兴东路顶后超市，即摆改做家乐福的顶馆。我迄阵伫遐买厝，伫1983年民国72年，你知我买偌济无？175万。175万，那即阵台北都买一倍。啊，我已经厝卖掉，去台南买，台南无起价。阮太太讲买，想要到台北买厝，我已经人卖掉来台北都会当买便所个，佫较好啊，佫浴室带加做伙。阮迄阵咧大个时阵吼，我伫是树林法院，啊，大家嘛知我基督徒，啊，我对面迄个同事嘛基督徒，啊，伊其实拄仔咧讲，拄仔逐边仔拄仔咧食饭，拄仔咧讲。我若礼拜日到吼，因拄看礼拜日到，啊拄仔礼拜日出，我拄看到伊，伊拢去甲一个阿伯买菜。迄个阿伯菜吼，礼拜日吼生意较歹，因为伊是南寮，迄阵南寮一南寮教会，即这南寮教会已经无啊吼，已经改做着浸信会，所来骹迄个德兴东路遐，迄阵伫中正路。咱来教会吼，伊会友，啊伊拢爱来做礼拜，做礼拜了才出来卖菜，啊所以菜拢用较嫩呢啊。啊，人较人拢就是咧买菜，他有讲咱做礼拜了，11点半倒咧买菜。啊，所以迄个会友若特别过倒，某兄弟啊，这菜拢甲包包咧。啊，有诶菜无啊，买这拢包包啊，就甲买，啊，就摕去。我一个同事甲问讲，啊，你是安怎刣？这菜买对你敢有煮？笑咧讲，其实有诶菜真正是已经烂去啊，袂食一啦。你啥都搁买？啊，无伊免想我。啊，做啥我甲买咧啊？较免有我带遮放日头，啊，家己都看因太太来，因太太天天吼头壳小可失智啊吼，啊，但是抑佫无完全失智，啊，佫小可来伊讲美女，美女毋是叫你哈，因太太我叫做美女，因那叫美女，哦，因太太哎呀，你要来买菜哦，我就甲买对。啊边啊，个人就讲，就甲迄个美女讲，啊，恁后生伫美国。读博士啊，那个遐叫你去美国住，你也无爱，你无去美国享福。因太太笑咩？囡仔都敲电话来，有敲电话来，都因太太都一直对。啊，看到这阿伯啊，头红，伊怎哭落来甲讲，某兄弟啊，啊你踮去美国跟恁后生做伙？伊讲一句话，阮后生真正是伫美国。伊嘛找着读博士了，找着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待遇足好。安尼就入去美国啊？总是2当前着岩过身啊！你莫毋知吼，我毋敢甲讲啦。啊，甲讲着，你看真正个逐日来录痛啊！我若甲讲着吼，啊，若万一伊也挡袂牢要安怎？所以我拢无甲讲。啊，安怎过？啊，都吼好佳哉，我新妇囝迄孙仔吼，啊，佫足友好，啊，拢常甲敲电话倒来，啊，阮太太听电都欢喜个，所以阮太太拢无法见吼，迄电话2当来讲拢共款话啊。妈妈身躯你爱顾好嘿，爸爸你身躯顾好嘿，啊，你有闲爱来美国看我，啊，无你来美国住，我来接来美国住，免啦，我住一生活就好啊，啊，你会去来美国住。我确定就是新妇提起来，妈妈，你身躯好无？我来美国啊，孙仔，奶奶，你来美国。啊，伊太太欢喜个，啊，就电话挂，啊，就去。
伊先生讲，其实这录音带吼已经放2档啊，同款的话，好佳在阮太太吼听着无啥感觉，敢听着因后生声就欢喜，甲因后生要死以前录音，敢听着因后生声就欢喜，啊，逐日咱录跳。啊，我还阁顾阮太太，所以我还袂遮会菜。细数经典，咱今日是最后一日，其实讲你退厝做偌济工课，你一生的中间有偌济事是为着别人咧想，毋是想你家己尔。你一生的中间做到真济做务，不管境遇好歹，是主所行。所以，较定咱唱这首诗，甚至593首，安怎甲咱讲？讲主的恩典，你着算着笑。主你咧生活顶恩典足济啊！做恩典你敢算？你通算来记啊！着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咱去回应诗的时阵，请咱每一个人爱细数今年，上帝伫你的生活顶有偌济恩典。你有买新厝，你有娶新妇，你有生孙啊，像我即摆做阿祖啊吼，阮共年安尼吼，啊叔做阿嬷，我做阿祖啊吼，共年的出来，足管得足欢喜的。咱每一件事拢是感谢上帝。你伫教会中间所做每一件事，拢感谢上帝。一个新来的人，有一个新的回忆，进入到咱的大家庭，感谢上帝，家庭愈来愈兴旺，感谢上帝。咱三个来祈祷。我讲主，我真感谢你，因为你真正将恩典伫阮的身上。伫今年的中间，阮有看出主你的恩典；伫明年的中间，阮要搁再拍拼。伫阮第3日子的中间，阮知主上帝伫阮身上所做成的，拢是做你所欢喜的。阮将一切荣光归于天父上帝，荣光归于上帝。阮安尼祈祷，奉最后所祈祷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三个来念圣诗593首，拄着试炼，在下为你真艰苦。咱起念来念全首。拄着试炼，在下为你真艰苦。伫教内一世人是你看无路。你所得的恩赐，大项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恩赐你着常着笑，主的恩赐你欠算为了，主的恩赐大项受来记，阮当相信感谢上帝大慈悲。是歌路烦恼的高心乱乱，要以上帝听堂的是你荣光，以所得的恩赐各在手来记，要以手的武器你的爱引示，主的恩赐你着笑，主的恩赐你欠算为了。上帝大慈悲，所有人有福气，真的大家，我的口碑向荣有主体，你所得的恩赐是阮袂见的，你的主恩就归向我们的天，主的恩赐你着生着生。成为了主的恩赐，大项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所以经过试炼，无论大小事，我的累积是让上帝应最主。你所得的恩赐，叫不就来讲。反赞因错高天堂，主的恩赐你叫声叫笑，主的恩赐你欠生为了，主的恩赐
请坐。这时，请咱陪伴心来准备奉献。这时，请起立来念奉献的诗。这时，请议员起来来吟上营402首，上营402首，吟诗选咱请蔡长老等祝福。要自然带我脚步，那我唔敢家己来行。是我坚强强必是听，暂我大日遵守你改变，我在黑暗中做坚定，像水因做是美谈，这是我一生的称叹。咱起来，咱领受上帝祝福。我们得到最后所基督无穷无尽的稳定，天被上帝永未改变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因出安慰，班长今日三甲之地，特别伫这个年尾特别进入新年头的时阵，互每一个人知伫上帝面前所有一切拢是释放荣耀上帝，一生一世有稳定之爱，交阮三甲陪伴，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报告，咱先看家己的迄个下礼拜有担任厨房的同工，请备办心出迄个奉献的报告，请家己来看。有需要更进，还是讲有重大的，请提出来。今日有几项事来报告。咱今年因为要迄个礼拜后，咱共款有小组的分享。今日要颁发今年度有厨房的同工教会准备淡薄的迄个礼券吼。感谢因一年来辛劳。这时咱请林牧师吼来颁奖啦吼，来为咱写啦吼。请念到名的人请徛在头前啦吼。
错丢了。嘿，啊，陈池错，啊，陈池错若无来，就尹先生带队啦吼。来，啊，叶星颖、严玉文、严玉芳、郑祖林，啊，许佩如、欧任君，啊，叶继安、陈慧华、郑慧文、李慧茹、严志宏、林文玲、陈国宇，吼，来，请来头前吼。来，叫念着名的先出来吼。啊，真多谢吼！啊，因一年来的着无啦吼，啊，愿上帝祝福我大吼。来，今日也要庆生会吼，请咱即个给生日的人请徛起来好无？12月有无？自己起立吼。来，那就生日歌吼。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将上来比做，做我是感谢你有创造我的日，我数算家的日子，做我的班长阮，我所过每一个日子，拢做你行三个地地，做伫阮生日的时阵，互有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互每一个人知我的生命是主的掌权，我所行每一个脚步主替我计算，我所做每一个事得到上帝你的欢喜，荣光归于上帝。我伫生日的时阵会纪念创造我的主，我的祈祷，有这所基督生命来求。阿门。好，站下啊，是要发一下那个小小的。哦，我今天收了2包。哎，还有礼金哦。还有11月。好，那11月跟12月，11月的全体站起来。来，11月的，咱两个一边哦，两个一边。嘿，11月、12月。嘿，啊，我有2包啊，夹起来。谢谢。11月跟12月要吗？去年你是11月、12月？不是哦，不是你的公司的啊。
好，那无睇到我跟事后来听吼。啊，是特别请叶长老等讲今日的查经的一些内容吼。那请叶长老吼。平安。咱今日是今年的上尾日啦吼，拄读以赛亚嘛读了啊。我希望讲明年吼，有人会当往来开始讲迄个出来就记啦吼。其实换一个人，他售后最多了，因为你要准备很久的时间。你读以赛亚的时候，互咱的感觉吼，就是讲上帝安怎精选以色列人，所以当因去互掠去到巴比伦的时，上帝还佫应允伊。伊讲遐个村的遐个人啊，伫以色列伫巴比伦村的人，因要甲因带转去啊。带转去呢，伊讲带转去了吼，外邦的人会来替因起迄个城墙啦，起耶路撒冷。所以因讲因要做永远的光啦，永远的光。这是伫迄个伫以赛亚书内底特别一直强调。过来伊强调啥物？强调讲巴比伦，当然巴比伦迄阵是上强的嘛。但是上帝讲哦，巴比伦伊要灭亡啊，伊要灭亡啊。一定会灭亡啦所以讲伊所拜的迄个比勒会屈身啦。迄个神明啊会屈身，会甲迄个后来甲因拍入去波斯帝国拍入去因遐神明都拢无去啊嘛。所以咱会当看到的，就是讲伫即个以赛亚书特别讲到的。所以伊讲迄个因的罪是啥物？以赛亚特别讲以色列人的罪是啥物？是毋捌上帝啦。以色列人的罪，伊讲是毋捌上帝，毋是其他。伊讲毋捌上帝了，伊就做真济违反上帝教示的代志啦。所以以色列人安怎讲呢？伊讲我们献祭你没有看到吗？我们禁食我们禁食祷告，你没有听见吗？我们在献祭的时候，你不理会吗？耶和华安怎甲回答呢？耶和华讲恁祷告的时，恁禁食的时，还佫咧想家己的利益，安怎要趁钱啊？你献祭的时咧，还佫用拳头来打人啦。这是圣经伫迄个以赛亚书特别写着的。但是伊讲耶稣要过来的时，伊有特别写着啦，写讲伊虽然互牵到受台地，嘛无出声啦人家拔我的胡须啦，人拔我的胡须我也不出声音啦。人家打我，我会忍耐。伊特别咧强调这，当然这嘛是讲以赛亚嘛是安尼啦。特别嘛是咧讲即个耶稣基督啦。过来伊讲啦，伊讲以色列人后来遐转去遐个人咧，遐个人伊讲啦，讲迄个以色列耶路撒冷西安要称为喜乐之地啦。归来的人所有来到这边的人都要称为有福的。这是也应允。咱知影有影以色列后来成为一个应许，真济个应允啦。伫美国内底有一直咧讲美国内底有迄个有几啊个足大的遮个迄个公司啦几乎拢是以色列犹太裔啊，拢是犹太裔啊，几乎拢是啦。咱知影迄是上帝伫地面上甲因的祝福。我咧读迄个以赛亚书，特别互我感觉一直在刺激我的心的，就是讲上帝甲以色列人讲，你是我的见证人，是我的仆人啦。一直甲伊讲一摆、两摆、三摆，讲你是我的奴仆，是我的见证人。咱看到讲以色列都去亡国去啊，都去用掠去巴比伦那，一直咧讲这。后来咱看到有影，以色列就是他的见证人，亡国2000年以后仍然复国。所以你若看到这个时，咱就知影讲上帝应允是确实的啦，是确实的。咱伫即个所在咧读以赛亚书的时，咱若佫读到迄个使徒行传的时，佫较知影伫使徒行传内底，耶稣调12个学生嘛，12个学生了，佫来去到马可罗的耶稣佫话以后因遐人去到马可罗的时，拢总有70个。彼得伫遐做见证的时，讲耶稣基督是国外主，是迄个比赛亚的时，有3000人悔改，后来佫有一摆有5000个人悔改。即个经过无2000年差不多信耶稣基督的人超过10亿，咱就知影讲，迄是一个，若毋是上帝的能力，人无法度做到的。所以上帝讲以色列是伊的见证人，就是伊的见证人。过来耶稣基督来，讲伊迄个福音会传到地极啦，咱嘛是安尼相信。
嘛安尼来经历即个啦。啊，咱嘛咧参与伫即个事工，参与伫即个事工。伊讲起即个朱老师遐个事吼，朱老师个事，伊咧讲，伊讲迄个崇元兄吼，就是伊个囝去到美国去治疗伊个脑癌嘛吼，伫遐咧治疗个时，伊讲拄开始真紧张啦，但是迄个医生因老爸是牧师，所以请伊去到迄个教会，讲几啊百个人个教会吼，全部个人替伊祈祷。替伊祈祷个时，吴宗元向伊讲吼，伊怎要去做即个子子照射个时吼，怎拢袂紧张啦，怎袂紧张？袂紧张了，伊后来转来到台湾个时，伊讲安尼，伊嘛有去过较大间个教会，但是讲拢无人甲招呼。伊来到遮个时，伊讲那像许淑清长老看到伊，甲伊招呼，爱怎入来？后来伊就伫咱教会，后来因妈妈也来。因爸爸伫过来1年，伊讲答应讲伊嘛会来。安尼咱看到的，就是讲福音伫每一个人的心上拢会当有迄个经济啦。咱每一个毋是干那以色列人是见证人，我们每一位都是神的见证人，我们的每一位都是神的仆人。希望讲，照蔡长老讲的，讲咱会较济人啊，像顶礼拜安尼吼，咱教会坐较甜甜啦。会即个福音会当讲传伫即个所在。即个以赛亚书吼，咱嘛会当加甲读几遍啦吼，加甲读几遍。以赛亚书内底会当互咱得到真侪激励。伫古代迄个以色列的国家，即个国家的是上帝怎样听因？伫咱现在每一个基督徒的上帝嘛是安尼带咱经过，无论经过困难、经高峰低谷，高山低谷，上帝拢会甲咱同在啦。所以这内底一直咧讲咧讲，耶和华讲我甲你同在，我甲你同在，你毋免惊。一直咧讲即句啦，过来耶和华讲吼，你是我的见证人，你是我的仆人。过来咧，你必称为有福的。这是伫这个以赛亚书内底一直是强调这几句话啊，我各位分享，谢谢。这是咱同妹吼，咱来接受。好，这是咱来密祷来避讳。大伙嘿。各位会友好，平安哈。下礼拜的话是由我们长子来做献诗哈，所以说请各位长子哈，新旧任长子的全部要来哈。新旧任长子的话，在12点20哈，我们在会堂这边会相对下礼拜要献诗的部分要。